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龚恰恰。就你所去看一下眼科咧，你讲我缘投吼，我最近正听到话就讲，哟，会碰的啊，你哪愈来愈少年呐？哎呦，哎呦，原来咧华语咧讲匿名啦，讲哎你是食什保养品？我啥呢？佮食保养品哦，你无彩钱啊？不，天生我材必有所用啦吼，只要每一个人认真拍拼，总是有家己的一片天。欢迎咱全世界的华人到底收看咱上高气质的电视台，公共电视台上高好看节目，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，我是大家好尊彭恰恰，我本人感谢大家。这个节目坦白讲，观众朋友讲，这句莫加掉吼。这个节目受到这个公共电视歌站非常的注意，大家拢派干碟来。哎呦，哇，内面是倒一位啊？哇！头看三人今仔讲了，人家节目有认真咧做，是，这介要紧吼。每一个拢伫咧考察，毋是汽车去考察啦。一个国语华语叫考核啦。杠杆，嘿，杠杆是。杠杆，我喺探家诶，杠是迄头杠头咧杠，对啦，杠头，嘿，所以咱爱更加认真，更加甲这台语水、台语美丽介绍啊，全世界朋友。是，当然靠咱这力量是无够诶，一定要一个非常资深的台语文章作家田安祖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红某两人拢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老师语中带玄机了吼，为民言过，红某两人，我今天来宾是红阿某吗？应该是。多谢老师，下面是真的代志啊！试婚成功。这我会多了，是吗？不啦，是我教伊啦。你叫你叫伊，你叫啥？你也叫他教，你也叫他开教。玩笑，老师，我嘛唔知道老师的艺术是安怎。可能是未来啦，是老师是看了未来。对啊，看了未来。老师也要算命啦。老师你也通哦，你也通。无啦，我是查资料，因两个唔像好不？不是啊。老师，该合你的钱我也合你了。你这个心就完全表现出来。来，请你用台语专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立东。立东吧？这问题就来啊。立东。立冬哦。立冬。是迄个冬天搞迄个立冬。不是，东边的东。东边的东。所以老师这边嘛。张立东，立冬哦。东西南北是文鼻音，第二就东，滨东嘛，滨东东就文音。东，伫名内底用文音来。用文音好。张立东，张立东，好，再继续。好，啊边是阮某。我甲你收钱哦。恁听得足怪呢。为什么？我听做恁某我甲伊收钱，足奇怪。阮这毋是做啥物货，莫拜托。来啦，毋过讲话。我是台中人啊。哟。啊，来台北拍拼。是。即摆伫对只头。演艺界，我即摆入来7年啊。啊，你是来唱歌还是？表演模仿。哦，你来模仿。模仿诶。我有甲你访问无？有，你有讲我生了做成方顺吉。社会是溜溜秋秋，哦，食有气的过目睭。所以你专长是到底是唱歌、演戏还是什么？主要是即摆这几年是主持啊，国光帮忙。哦哟，对，你个人好斗阵无？
好到底啊！三四个啊，不要紧，遐这些女生做到底。我就底下咧找我以后到底。喂，来模仿下，会晓模仿下。蒙迄黄立行，哎呦，哦黄立行，来来来来，安尼。音浪太强，不晃会被撞到地上。小 Oh my 大， god！我错的咧，我觉得很不错。跟我像，跟我像我。嘛要讲台语，你喏。多有型要啊，醒的。我买香港的英语多有型嘛。哇哎，其实是醒的啦，伊迄个面呐，迄个面带出来。哎，人中安尼。安尼尿尿安尼啦， Oh my god！碰狗你好。皮康其实碰狗你模仿也应该也会很像。我免啊，我都本来生意啊，够像哎，蹦出个来一个啦。一哥。哦，哦，电信一先生，哎，大家好啦，嘿，我郑敬一啦哈。啊，鹏哥啊，你卖安尼啦，哎，我出来我就是压轴啊，我站在哪边就是中间嘛。哎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不行，我想要，难怪现在转主持。你个我太了解了，嘿你该讲到你的气势。哦，同佢冲下回来，回来电话来，家我都冇接啊！好像，好像。真的啊，啊，就现在哪个那个家人咩乜鬼啦？今年陪我啦！哎，我这早会晓啊，我6岁会晓啊，你会不会啊？别录啦，别录啦，别录啦！一老妖怪，较拍拼，好好吼，将来天下无一定是你的。好好话嘞，努力进取。这位姑娘啊，请你用台语转顶自我介绍。你讲你唔是因某，唔是啦，唔是啦，我叫牛香华，叫做牛香华，对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较早的台语老师教我教的，嘿，较早我国小的时阵，学校有教，国小迄阵嘿啊，因为到10年度就开始你校教台语啊。牛香华，嘿啊，香是湖南的迄个，嘿对，对，啊，你湖南人哦，唔是诶，哟，我是一半闽南人、河洛人，甲一半原住民要安怎讲啊？原住民原住民嘿，啊是哦，是爸爸原住民的，妈妈原住民。妈妈，哦，所以是妈妈去山顶拍来去拍着爸爸。应该是喺海的安尼捕鱼的时阵哦捕到的。哦，OK。浪漫。有原住民迄唱的歌声拢足好的。啊，我还好啦，哦，你是演员，我是演员，然后我啊，无就演戏的。是有过奖哦对啊有得奖呢运动诶，得奖哦，最佳女主角。哇，给，这是啊，迄一个叫做公司的，那是公司的，公司就这样嘿对啊对啊。啊，你应该知嘛？最美的风景，上水的风景。哦，来宾你担任女主角，唔是，我是配安怎女讲？配角，女配角对对，最佳女配角奖。唔是，我是最佳新人奖。哦嘿啊，迄每一个艺人敢一摆机会，嘿啊，我就不管电视还是电影，无就无啊。对啊，对哦，恭喜，啊，我咧内底是演迄越南人，我人袂讲起来。越南话的中文。对对对对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越南胡志明市的阮月娇。今天很高兴来这边参加这个台语的节目，对我这个新住民来说很新鲜，很棒。行，哦，足行啊！我讲厉害啦。好厉咱两越南话少讲着，咱两个。好好，年个点运用人刚刚，你说什么？我现在听不懂。咱两即摆叫做越南人咧讲话，好好。迄车头喎，但不车頭，你拜六禮拜幾攏講一堆喎。对对对，我人要好啊，人家個五斤叫啊，嗯，你知唔知咩靠我啲人幾個啊？一七八，一七八。不能求跳。也叫你去买鸡排啦。但是演員是安尼吼，演什麼會成什麼會，嘿，吼，有人講要演什麼趁食查某，伊主要是要看一下，迄個酷勢。对啊，。你這個如果像這越南國語迄邊哪學？迄是我較早，阮細漢時陣厝內有迄越南的來，就是來幫忙的安尼。所以你看，你聽伊講就對。嘿啊，我本來攏毋知影我會曉，啊有一工我看迄阿漢播影片，哦对对，伊咧模仿迄阮月嬌，啊我就想講，哦我足無聊的，啊我來模仿阿漢，
嗯，啊，无风者啊，我哪会遮行哈？啊，我都家己录一个影片，哎，啊，放咧迄网络上，我按个变过啊，嘿，变过啊。哇，水。啊，有啥物款的？要学这有啥物款的美感，还是讲？系啊，就是看来迄有腔，你喙爱足开的，因为因的迄共鸣伫咧足头前啊，足鼻仔的，鼻腔嘿的所在。鼻音所以讲吼鼻，音啊，用迄台语我毋知要安怎讲，鼻音我你搁用华语讲一句，我学看觅。但是我现在学看哈，好像是在这边这但样子。但是我现在还在学看呐。哎，你有一点。我鼻孔大啊。啊，还有因的迄音调，甲台语共款。音调毋是音音调。调，嘿，啊，阮华语只有5声嘛，嘿，爸这样5声，啊，因有毋知几声，啊，有的声我拢听无，啊，因无4声，所以因袂晓你是要讲啥讲。我听无？哎，譬如讲，因要食咸、加辣、一般人说加辣加辣，因袂晓讲迄辣。当嘿是员工伊安怎讲？加啦，加啦，老板加啦，这样子。老板加啦，嘿，老板汤面不要汤。无第4声吼嘿，，无第4声。哦，今仔又学到这个美感，明白？所以今仔来遮大家台语好好交流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要来考这个台语的程度，好不好？但今仔这真简单啦，咱咧讲民以食为天，哎甲食有关的，是食物的这个食。哎你免讲我食西瓜，我食红来，哎，食巴拉免安尼有无，安尼吗？一定要是迄个形容的，嘿，啊个解水的意思出来。安尼哦，哇，该改水，来，对你开始哎呀哇啦！我说食啦，我讲食蛋搁食铁，食蛋搁食食铁，蛋搁食铁，足贪心的，啥物货拢要杀，水。食蛋食铁，高雄人讲沙啦，哦沙，杀，嘿，我教你甲你去杀物件。有你来，我说食字啊，我讲食辣，食啦，食辣，来这问题来啊，食啦一般会写吃力，对，吃力，嘿，老师伊会讲我食来敢对？食力有2种意思啦。像阮即马老啊吼，看物件吼，哦，够食力，哎，迄一种状态。啊，另外一种啊，代志大条啊，啊，即个食力啦，我跟你讲，敢若碰过甲你点，嘿，所以食力有2种意思两。种意思，所以嘛是用这个食字。你拢用食，咱台语食，嘿，哦，了解了，哎，厉害呢，不简单。加辣加辣，来，我说食字，我讲食红，哦，食大叫哦。我袂使拔掉。食红人爱啦吼，伫咧边仔小服务就倒伫咧地当来厨房，我你食了的啊，食红者，别别食红免关系，大家拢知影啦吼。来，我说食字，我讲食苦都做食饱，食苦食苦当做当做食补，安尼后摆人生才有谱。对对对。好来，我说食字，我讲食头路啊，食头路，食都毋是迄个食，就是记咧上班的意思啦。食头路，我说食字，我讲食根啊，食根你袂歹哦，食根啊，这个听你咧，这食天啊！就是咧食讲话的时阵啊，哎，甲食毛有啥物？食毛啦，食毛。意思拢讲，我无咧讲，无咧甲你信道啦。系啊，食根袂食歹。根啊，我说识字，我讲食人狗狗，哎，食人狗狗，毋是真正食迄个人狗狗，就是欺负人狗狗，欺负人真忝的意思。好来，我说识字啊，我讲食死死，哎呦，哦食死死，以后嫁人蛮叫翁食死死，好，以后娶我蛮叫某食死死，好，蛮像我啊，不，迄个咱两个拢共款啦，咱两个拢共款。老师你家己要承认我无讲，啊，本来就本正就安尼啊。听我嘴大会对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来，我说识字，我讲食粗饱，食粗饱，食粗饱，这非常有学问。有食就好啊。是是是，来，我说识字啊，我讲无遐好食困啦。
哦，真险哦。你唔通伤瞌睡哦，啊摆你无好，才好食困要哦，不叫食困哦。家己较认真诶。就是不好日子通我过哦，别安定啊哦。好，来，我说识字啊，我讲吃庆记，讲庆记，食庆记，这是较迄落，看你是要上报纸，还是要食庆记？哎呦，唔通安尼啦。因较先迄落嘛。好，嘿喂喂，我说识字，我讲食树风，我还讲假四风，假四风我应该偷讲我是四风。假静雯，贾静雯，假四风就是讲假四风哦应该都这人有假好。好，好，来，我说识字，我讲贾家己，假的，等去食个包花款款等于假的。哎，好来，我说识字，我贾庆丰蛋里，哦，食庆饭蛋里，迄讲呛声。对对对，林州嘛假庆丰蛋。来，我说识字，我讲探家，探假，这探家，上午堂姐，然后探你所以我无讲迄两字啊，我讲探家尔。即马天气无好啦，罔趁食趁食。探假探假，探家，来，我说识字啊，我讲食深水，假清水，食深水有两种意思啦，一种是讲存再会再作济，所以食深水。哦，另外一种就是讲，好像碰过遮大牌吼，你若要叫伊主持节目，伊是食深水的。哦啊，伫讲制作人爱包哦，较大包互伊，所以碰过是食深水的。较贵啊，哦，今晚小个变鬼啊！贾庆水，我说识字啊，我讲贾庆桃，假庆桃，嘿，假庆腿啦，庆桃，庆桃，食凊头、好凊头拢会使，就是讲，啊，头筋减扭，嘿啦，哦，无老实的。了嘿无老实，啊，你袂歹袂歹袂，老师啊，我有一个问题请请教者吼。是，第一，咱咧讲到底是假百味，还是假百味？这个假到底是对几字？咱咧问人讲啊，你假百味哦，贾爸爸哦，食饱袂，咱即马看到电视少年家创意啦吼，咱讲創意，咱先莫講對毋對啦，因的創意拢是啊，用少靠音字，字靠字，因为食一定要用喙，嘿啊若食，你看伊食用倒一個字來鬥，加一边顶个加。嘿对，食，对，拢看到这，对，中看這，毋過嘿這是華語啉茶的意思，哦，嘿，所以這個甲這根本無地帶，這是用啉的，毋是用食的，啊食咱要食較單純的用啥會對啊？食飽未？食饱十，嘿哦，得这里加，對，安尼就好啊。食，食飽未？啊未飽，大家拢會曉飽啦吼。百啊未咧，未也未發生的啊，食飽未？哦未来的未。哎对，哦，未来食百味，食百味是安写，观众朋友台湾小看者，食百味是安尼写。爸，贾爸爸，哎，你俗语讲了好。我想要下班。哎，为什么咱来比赛派出所啊？咱不是请阿姨吗？哦哎呦，你都唔知啊，所长有讲啊，迄摒扫的阿姨的身体无爽快，啊，叫伊伫咧厝里休困啊，啊，叫咱家己吼摒这个警察局啦。只是讲哦，警察局这尔啊大，啊，咱是要扫到什么时阵啊？对啊，我无想要扫啊，就忝的。啊嘛，干咱三个人啊，对啊，哦，啊，休困一下好啊啦。哎呦，哦，报完蛋者，报完蛋者。回小厝哦。不，哎，哦，恁这毋是我爱讲，伫远就听恁伫遐咧怨叹来，什么安怎咧忝，安怎话无，你这是什么体统啊？你拜托的啊报！告所长，阮真认真咧摒扫。哎，买个假啊！问我就讲什么？我要下班咯，你有请阿姨哦，阿姨几岁？阿姨70外啦，阿姨哈。我甲你讲，佫无好势，拢甲你调去警政署，看恁敢安尼办兵哎呦，拜拜啊所长啊，所长。冷静一下啦，阮毋是迄意思啦，阮嘛是足努力的啊，阮想要和你做伙吼，迄为民服务，对足拍拼的，我无要调走啦你。要含我做伙，你是要害我上新闻哦？喂，啊，毋是啦。是迄种啦。迄这部对我来讲无效，这伊安那加较低啊，啊，拄则是你坐过哦。
啊，你啊拼手拼到坐伫个这个所长的椅啊，你头壳敢袂戆啊？无啊，咱这个派出所遮尔大，我有变少就忝的啊，我坐坐也无要紧啊。什么叫做不要紧啊？我拄则叫人叫警政署安尼罚徛，你知唔知哦？啊，你知影为着啥物啦？唔知。知啊，全台湾的派出所遮尔侪间，咱这间第一名的，第一名，以后壁上来。无案拢无案，拢无破案，你一个创啥？我看无。有啊，唔讲咱这区就是无什么大案通去破啊，大家拢做好的，对啊。无效你唔免讲迄个借口，吼，真正是要甲气。我甲你讲，做警察，哦，就是爱按管束，按管束，逆听八方，逆听吧。什么款的细节，拢总袂当迄个放。你捌听过一句话语伫咧讲，魔鬼就藏在细节里，知唔知？知。我甲你讲，最近警政署有发布一个讲，有一对这个鸳鸯大盗，哎呦，因已经去真侪所在偷摕物件，哎呦，哦，掠袂着。安尼，听讲最近伫咱这区伫遮咧出入，哎呦，大家特别注意，知唔知？警察先生哦，歹啊，无好啊，无好啊。警察先生哎呀，无好啊。你今日讲我歹，讲我无好，我是安怎？哎，我的物件胖无啊啦。你好，你伊这敢若越南来哎对呢，那我諗你第三名人家拍进去啊，你家己慢慢行嘛。我咧一个咧那个目镜，黑色的目镜啦，黑色的目镜啦。哦，色的目镜啦，无线咯，啊无去啊，我拄则还有看到伊哦，啊毋过都无去啊呢。你黑色的目镜无去？嗯，是这个啊？嘿啦，哦，原来伫遮吼，歹势啦，警察先生吼，我都吼最近吼淡薄迄那个健忘啦吼，啊歹势啊吼，甲你交了吼。哦，伊也较注意，较注意。啊，什么代志？警察先生。安怎？安那？你使互我你的电话号码吗？哎呦，哎，电话唔捌人安尼甲我问过你甲你。招呢？看这好啊，应该是讲我娶某啊囡仔嘛，差不多甲你平大汉。哎，无要紧，所长，这互我来，我互你我的电话好啊，我互你啦，嘿，你说你个24小时开机，我算唔知。对啊，多谢你啦，安尼较方便啊！以后若是我有代志的话吼，嘿，我就打电话互伊啊，安尼我就免来这派出所啊，对无？安尼较方便啦。加来就好，加来就好。但不过我的手机加咱啊，嘛是会使。对啦，手机啊，加咱去。等下我的手机啊呢？手机哦，啊无吹一个啦，啊你敢有摕回来？你个情况嘛，你个你到底坑伫倒位是倒下来路还是安怎？你这个情况嘛？对，嗯。无可能啦！嘿，我手机啊，才拄买哦，我才拄买一礼拜，嘿，我开我3个月薪水呢。哦。 3个月薪水我听袂落啊！来，我一支互你用好啊！来，无紧啦。无爱啦，迄人我就是爱我家己的手机，啊，我的手机你打警察先生。这款物件，迄个物件随身拢在你身躯，有当时啊，去人去找高铁，就放去便所都袂记了。你嘛小想一下讲，安尼好啦，你手机啊，电号码几个？你用去卡，卡到伊样就知影。来，我用卡。我报互你听。你报。 0900，你白痴，讲较慢的，0900，你87，所长是甲你骂呢？你白痴啊！无啦。电号码敢若买的，我不了特别。嘿，我有特别算过。有见过哦。安尼会使吗？看卖，看卖。好，较好啊！哎，有呢，有叫呢。那是啊，有咧打啥？就来对呢啊。对啊，那会遐紧你当啊？位啊？是毋是？吹一个。伫遮啦！哇！哎呦，这过年嘛要注意咧。迄早囡仔人哦，有做个物件拢有洗咧遐。 银票啦，什么拢洗咧。哦，你拖出来，我等你体格无介好。这嘛是奇怪哦。无啦，因为我这衫
那个口袋啦，无落地啊啦。落地啊啦。好啦好啦，吹着就好啊啦。嘿安尼哦拍摄啦，拍摄啦。啊，我家己吼撮一条啊，哦，好我啦。撮一条，撮到想要撮了。串流，你已经串流了吗？啊，你要撮出来啊，去变瘦啦。台湾讲吼，安尼变数会使借我一个无？哦毋是想要错着啦。嘿哎，变成会使借我一个无？紧插生啊，我来处理啦，好啦。来来来，出来去吼。啊，你去啦，变数伫内底啦。对对对。哦，多谢哦，啊，多谢先做洗洗啊出来哦。不管这个什么案啊，无管咧，无管拢未升对啊官咧，哇，这升官的路实在是有够遥远。阿弥陀佛，有什么代志啊？这位施主，嘿，你我见面便是有缘，好，既然有缘，我今日就要顺续化缘。这位和尚啊，你好你，要看阮所长即摆心情无啥好，你搁直接化缘。对啊，啊，而且吼，咱这是派出所呢，也毋是讲什么主神机关啦。即摆是上班的时间，你要化缘哦，你去别位化缘啦。对啊，等下请问一下，啊，这位菩萨啦，啊，你迄头毛那无去剃掉哈？你头毛搁遮长，搁遮济呢哦。这位施主问了真好，哎，因为我本身烦恼伤济，啊烦恼济，头毛就会生了较紧。啊，无清净啊，啦。我想讲烦恼遮尔济，我规气就卖剃头。哎你莫看安尼哦，安尼？我昨搁是光头，哎，你看烦恼有偌济？不啦，这个和尚哦，阮遮上班啦，啊，阮嘛无钱通互你化缘啦。我甲你讲啊，阮头前迄个社区哦，因人拢足好的，而且足好起来啦。你去啊，一定有会甲你化缘啦。化缘会当替你消灾解的。哎恁派出所这几年啊，哦风平浪静，哦，哎，无出过啥物大代志对。对啊但是我呢，嗯算看卖嘿，不得了，安怎？恁最近要出大代志啊！哦，所长，感谢。大代志。你讲的真的啊，是要出什么大代志？天机不可漏泄，嘿，哦想要知影，想要知影无，想要知？就必须化缘。化缘哦。过来化。是，哎，等下所长，等下你较冷静一下，你较想一下，你以向哦拢是用迄科学的想法来办案，啊，你这种普通讲的什么避鬼避怪的，你都莫相信啦。嘿啦，袂使啦，所长。嘿啦骗人。有年有一出电影叫《地高分局》，嘿对啊我。知影你演的。哦真好是讲看，票房袂歹。办一寡遮有诶无诶，嘿有当时爱信。安尼哦，还骗人啊！我要听看伊要讲啥。安尼哦，安尼哦，调看买，调看买。你我有缘，这位施主，恁拄则是毋是有一个普通讲？袂记你东，袂记你西，袂记你手机啊，袂记你目镜。这个人，咦，爱注意。哎呦，我连这你嘛知？你这有准的啦。对啊，你喜欢啊，拄则叫变数咱无出来。我给你传，我给你来讲嘛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讲这个人爱注意是什么意思哈？什么意思是？嘿，这个意思，化缘。爱白色。嘿，对。好啦，安尼，你我有缘。我甲你讲，嘿，恁会拄到一件大代志、大案件啦，嘿哦而且是甲钱有关系。跟钱有关系。是，好。安怎啦？人报告所长，人无去啊！你三个即马从你派出所50几年人无去，啊那你拄着贵着人去找出来啦。吹出来啊！我囥伫后壁，迄龟，还皮包都无去啊啦！无去啊！好啊，这真正够大人都胆啊！走去啊！光头白日啊，敢来警察局内底偷摕物件，这掠着查某嘛，共款活男来个卜咧吼，哎，甲关甲头毛洗啥无，我真的气死。这位施主，咪叫市长叫我所长，所长，请莫生气，拳头袂当解决问题。啊无咧，你爱办案，就要靠头壳。扣头壳，好看。讲你嘛有理啦，吼，哎，靠我他。冷静些。这位师傅，你有法度替我找到这个烦恼？我是最想要甲你斗相共，但是我咧做吼，会去互雷公讲，啊？你嘛会去用处罚。这个时阵，你只会当摕钱来解决问题。敢意思就是化缘。
我是讲画金纸互你，咁啊，头拄就好你啊。紧，钱就无要紧啊！你警察过来，你了解啦？警察过来，这物件用饕餮，能够选举这个物件啊，团结咱这所有稳到的啊，拜托，放咱心肝对不对？你别来个爱我者，你讲嘛？我算看卖，你听我讲，50万，你敢买50万，但是你是要起庙吼啊？你50万，伤济啊啦！ 50万啊，咱破一个大案件，冇啥问题。咱你迄较要紧嘛，所长可能是悄悄人，嘿啦，无会使用花无啦？会当哦。看你安尼着急，好，我送你一个经文吼， ，170，你念啥？你敢念？刚才念什么数字呢170哦170，哈，咁170，咁講是講明白嗎？唔是啦，我咧讲的就是吼，我的银行口座的號碼。哦， 170。無啦，你有感覺這個數字吼，敢若拄則做面色的，係啊，敢若聽過呢？这个靠做无对嘛？吼，算过，你甲讲還人哋倒位？冇錯，嘿，我就送你8字真言， 8字真言，注意听。注意听啦。嘿，阮在天邊，定在眼前。阮在天邊，定在眼前。袂當搁我講較濟。哈，无啊。各位施主，有缘再會，告辭。安尼50万。哎，等，回收，啥啊？你叫我大声，你是咧？是安怎？安怎啦？我收到啊啦！是啥？伊拄我讲意思是犯人伫咱内底，你知唔知？唔是啦，伊拄则念迄數字有無？就是拄则迄個查某的手機號碼啦。啊，毋敢伊甲迄个查某就是迄个鸳鸯大刀。哦，竟然还未走完，竟去约啦！你啊，你个红骗钱啊！哎呦！胡拢讲的，报纸有刊啊，免你讲啦，叫人骗钱。竟然个光头白日真正伫咧警察局内咧偷摕物件，这个光头白日抢官帝庙。还有一句，注意听哦，伫咧警察局内咧偷情骗，真正是光头白日看到鬼。来，抽人看一摆，对。来，这鸳鸯大道已经真清楚啊嘛吼。但伫问题来了，到底对一部则是形容这个物件，第一句叫做当头白日抢官帝庙，就是讲有人去偷地庙，有人暗批啊。哦，迄翕照啊，有诶无？那好，你是咧偷地庙啊，迄个甜油香诶。好，第二句叫做当头白日看到鬼。当你是要看到鬼困难啦吼。来，要第一句诶，请举手。哈，就是善哉，并且以我有缘。西人就是因为呢，所选的答案呢，拢都是当头白日抢官帝庙。你所选的是当头白日看到鬼，是。你为咩因果选的答案呢？白日看到鬼较咸。所以这个是警察局内底安尼偷拐钱啊，等物件呢较咸。啊，四位施主吼，是。你用经这个抢官帝庙是吧？嘿，对。当头白日过去抢官帝庙，嘿好咧大胆。对，大胆就好大诶。唔惊人性命，你看下你过偷地。危险的所在就是上安全的所在。哎呦，安尼，你爱交伊讲一撮啊！你即马搁咧骗？来，老师请解答来。当头白日看到鬼，嘿，这句较简单的，头意思差不多啦。就讲黑白凊彩讲的。哦。鬼，你若讲真正看有着，嘛应该是暗时。啊，甚至连暗时都无得看到，那你是哪有可能？所以人凊彩讲咧。哦。啊，一支嘴咱黑白凊彩讲一寡有空无顺的代志。哦。讲话黑白来。啊，另外当头白日抢官帝庙，伊哦，你看偌好打咧。若讲带官帝啊面前吼，人大刀尔，佮甲亲手甲抢落去哦，迄胆是有够大诶。这两个变身哦，偷摕物件偷摕到警察局来啊。对。哦，这两个实在有够
好好要大胆哎，长头白日唱关帝庙，这是答案。好， 5个人，敢若你选唔对，嘿，我也是去甲他摸气体。这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啦吼。总是无论啊了解两辈意思就可以了。来，破声感谢，谢谢。耶！这首真正是互咱看到会安尼感心的首诗哦，单画描所写的母语。母语讲就咱即摆讲的台语啦。哈，老师，拢对啊嘛？迄个摄老吼是较华语词，咱应该是老摄哦，啊第三座啊。啊，这个倒变者。对，就老摄台语化先生，我参考啦，参考哎。这首若要作为读吼，我感觉会怪怪。哎，迄个阿东啊，哎是，还是阿东啊，哎阿东，来守这个位置，用迄个黄立成，好厉害哦。黄立行，黄立成，开始，母语向老是咱永远的命。嘿，哟哟，咱嘴一开，向老特免解说，哟哟就泄露好神圣的秘密。哟，这一出戏就印的记号，吼，会助咱一世人，无论天边，无论海角，也是天边，永远拍袂落去。咱是永远的印记，乡亲啊，不，乡亲友好，小你的锁匙。水啦，后回继续收看，画山画水画玲珑， OK，后回做要收看，画山、画水、画玲珑。OK。耶，谢谢。